歡迎嚟到我哋 Gary Sir 法理人生節目。Gary Sir 其實佢個正氣凜然嘅形象咧，係因為你做咗好多年嘅加拿大皇家騎警警官，咁所以咧你呢個人設好正氣，為社區服務。其實你係服務過邊幾個城市啊？我做皇家騎警咧，首先我喺列治文嗰度做過啦，列治文個警區啦，本拿比啦，高桂林啦，溫哥華啦。基本上成個大溫地區你都做勻啦。係啦，大溫地區當中好多城市都做過嘅。咁點解話溫哥華咧？因為以前 BC 省嘅皇家騎警總部咧就喺溫哥華嘅。不過當然啦，都有10年啦，就搬咗去素里市。咁喺呢個職業生涯裏邊咧，其實你感受最深係乜嘢咧？感受最深啊，我覺得都係同市民嘅接觸。咁所謂呢啲市民咧，即係其實你見到好多時都係好極端嘅，一係就壞人啦嚇，一係咧就係報案人。特別嗰啲報案人咧，當時嘅無助個無奈，哪怕佢係報失蹤人口啦，或者佢個仔啊個女啊，佢爸爸佢媽媽唔見咗啊，甚至乎一啲家暴，你明顯地到咗現場，感覺呢間屋企好溫馨嘅，但係點解會搞到有家暴咧？你好心酸。另外有啲家庭照咧，你見咁好嘅屋企，你話個仔讀書好咧，點解而家淪落街頭咧？原來吸毒，係好心酸。所以冇話一個個案嘅，而係總體嚟講咧，我可以形容咧，就係話甜酸苦辣。咁我最大嘅得着咧，就係話同市民嘅溝通，咁先知道原來社會上出現啲咩問題咧，受害人士嘅感覺係點樣咧。所以我好多時就話盡心盡力幫佢哋，因為其實佢哋都係報案人嚟，佢都係受害者，係嘛？咁點樣去幫佢咧？呢個先係緊要。其實咧，我都知道喺坊間咧，亦都流傳咗好多 Gary Sir 幫助市民嘅一啲好人好事嘅。咁可能你唔覺得係一回咩事，但係其實好多市民係記喺心裏邊嘅。我哋都想聽下你分享一下，有啲咩嘅事件係你到而家你仲依然係歷歷在目嘅咧？其實我有自己好多朋友嘅，咁你都知啦，好多時警察放工咧，即係我有啲同事咧，佢就會閂咗手機嘅。但係我永遠都係將個手機開着嘅。咁我亦都記得好深刻印象咧，就係話有一對夫婦啦。咁佢 exactly 啊，就係話佢個仔就係離家出走。咁我就當然問佢係咪第一次啦，即係有冇食藥啦，係咪因為爭執而出去出邊啊，了解個情況啦。咁我當時咧，我係放咗工嘅。咁我覺得事態嚴重，咁我話唔得，你一定要盡快報警。咁好彩啦，警察好快揾翻去之後咧，咁呢個係第一部分喎。第二部分咧，我就真係用自己嘅時間，因為我本身識佢哋冇乜所謂，咁我就去詳細了解發生咩事。其實最主要咧就係話玩手機打機。你諗下，即係青少年打機呢個問題真係好嚴重啊！我諗講緊2-3年前，其實嗰時都好嚴重。咁就後尾我就即係作為一個中間人啦，唔係以警察身份，係一個朋友，作為呢對夫婦同埋呢個仔中間嘅橋梁。咁我就揾出一啲原因，咁啊知道咩事啦。咁我亦都將一個好好嘅方案咧，係俾大家去參考。咁佢哋認同之後咧，佢哋好多謝，當然亦都係好 work 啦。咁所以就係話，其實冇一宗案件話係特別大，係特別細嘅，只係講每一宗案件咧，你自己個成功感去到邊度啊？即係阿 Gary Sir 唔單止當值嘅時候係一個威嚴嘅警官，而且喺公餘時間咧，亦都會花好多時間啊、心機啊，去幫助市民。咁呢啲古仔咧，其實好多市民都記喺心目中嘅。係啊，其實我覺得係有需要嘅，因為我以前係做童子軍，日行一善。其實我覺得咧，就係話我幫咗人咧，其實我自己仲開心，因為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嘅成就感。同埋我幫咗人，我唔覺得有咩蝕底嘅，有乜所謂啫？所以我就係覺得係好值得咯。啱。咁同埋咧，我曾經聽過一個當年係青少年，而家已經係中年人嘅一個 Richmond 嘅男生啦嚇。咁佢講俾我聽話，當年咧曾經佢識 Gary Sir 係因為當年差啲打交。咁可能呢件事可能你都唔記得嘅，但係其實我就好想問一問處理呢青少年嘅呢啲問題咧，即係譬如啲打交事件啊，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嗱，其實咧我就係1995年加入皇家騎警嘅。咁我最記得咧，我就第一個 posting 咧
就喺列治文度上班嘅。咁我記得我當時係軍裝啦，着個制服啦，我係翻日更嘅。咁我嗰時係駐守係 Stephen， 我就中食 lunch 嘅時分咧，我就接到一個 top priority 嘅 call， 即係話首先要盡快去現場，即係好緊急嘅，好緊急嘅。啊、我係第一個去現場，因為咧電台報咧就話有一班人係手持武器咧喺一間中學裏邊個草地嗰度咧係準備打交。我第一個到，我見到真係10個人以上咧係揸住武器，我自己一個到咗之後，我第一時間咧，我唔知點解有個衝動喺度，即係當然我已經叫咗 backup， 我見到我報咗機，我到咗現場，我見到人立架撐，咁我當時咧真係好用。其實退後一步咧，我係咪應該要咁做咧？我即係當然啦，我見到有武器啦，我有理由相信咧佢哋可能會用啦，咁我就拔槍，我就跪低，全部跪低晒，跟住僥倖地咧就四方八面有警車嚟啦，咁啊結果咧就將佢哋就即係起碼都冇打起上嚟，冇打起，係咯。嗰個校長咧係白人嚟嘅，咁就之後咧都間唔中有見佢啦，每次見佢咧，佢都喺佢側邊啲朋友講啦，佢話呢個係 Jackie Chan 啊，香港。我話唔係 Jackie Chan，我冇。Gary Law 係啦，Gary Law。如果打起上嚟，我諗後果係不堪設想啊。哦，絕對啦。啊其實係唔開心嘅，點解會有呢啲事發生咧？但係開心，起碼我係平息到、處理到事件，冇人受傷啦。而且仲要你好用喎，你諗下換作其他人嘅話，可能就真係等。咁但係一個問題就係話，呢啲年輕人講真，其實真係一點就着㗎啦，好多嘢。係啊，冇錯。因為嗰個年代90年尾，我最記得列治文治安都差嘅，特別喺呢個 extortion 方面，即係恐嚇勒索啊，即係踢人入會啊，好多問題嘅。所以嗰時就係其中一個導火線，佢哋有啲嘢傾唔掂數咧，就即係所謂叫做開扁啦、打交啦咁啊，好彩真係鎮壓到咯。係啊，其實咧真係好難得有一啲有心有力嘅警察可以用正氣嚟壓住一啲歪風邪氣咯。係啊，所以即係我哋都好感恩就係話當年有 Gary Sir 喺度維持呢個列治文嘅治安啊，咁呢個亦都係當年好多列治文嘅市民嘅一個好好嘅感受嚟嘅。係啊，咁好啦，咁我想問下咧，就係話喺騎警嘅生涯啦，咁除咗同市民嘅溝通之外，其實會唔會同其他嘅政府部門都會有一啲協調嘅咧？會，因為我哋警察事故咧，唔係淨係警察嘅，可能會涉及市政府嘅 by law department 附例嘅部門啦，或者係社會福利署啊等等咁樣嘅，所以好多時都係講協調。即係我舉一個例子 ，Richmond 當年咧，即係好興咧，有啲所謂叫劈酒場，即係夜晚咧就係飲酒啦咁樣。夜場啦，係啦 exactly。咁啊，跟住咧，我哋有好多時咧都要同市政府嘅附例咧就一齊協調，去點樣去打擊呢啲嘅違法行為啊咁樣咯。甚至冇唔好話政府部門啊，哪怕我最記得當年咧就係因為好多市民咧都唔係好認識警隊，咁啊後尾咧我就將家騎警啦，同埋新時代電視咧係拉埋一齊，咁就結果我做一個叫警訊節目，我就係每一集每一次咧我都係介紹警隊不同嘅部門，咁有明白先有信任啊嘛，咁啊變咗促進咗警民關係，變咗好多嘢咧都係相對上方便。非常好，因為呢啲事情咧係要好用心嘅人先至會去做，所以我覺得即係同廣大市民一樣，即係我感受到就係話 Gary Sir 除咗係喺本職工作做得好出色之外，你做到好多額外嘅嘢咯。時間可以過得快啲啊嘛，OK 㗎。OK， 非常之好。咁同埋咧，我相信好多觀眾亦都好希望知更多關於 Gary Sir 嘅一啲幕後嘅故事。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多謝大家。